喺一盤生意裏面，如果你係融資嘅話嘅，咁究竟你個名稱係點樣嘅呢？咁喺度簡單咁樣去話俾你聽啦，有方法。其實咧，如果你間公司裏面起步嘅時候咧，呢一個咧就叫種子輪。而種子輪咧，裡面所有係只係核心嘅股東咧，亦都冇投資人嘅。呢班嘅核心嘅股東咧，我哋就叫做 GP（General Partner） 一般合夥人。一般合夥人咧就即係話你做到上市咧，都係呢一班人嘅啫，除非你係唔重要嘅啫。而當我哋去到第一輪之後嘅呢一個種子輪，我哋就會進入第二輪。第二輪咧，我哋就叫做呢一個嘅天使輪。天使輪裡面嘅所有拍檔咧，就叫 LP 咁樣 （Limited Partner） 有限合夥人。佢哋可能係提供一啲嘅錢啦、資源啦，或者少少嘅人力，但係一定咧唔係合夥人佢哋嘅理念、佢哋嘅創造同埋佢哋嘅出力㗎啦。跟住你哋會去到第三階段嘅。呢一階段咧就叫 VC Venture Capital 啊，我哋叫風險投資基金，而裡面嘅人咧就叫 VC 人嘅拍檔咁樣，即係話風險投資基金嘅拍檔。如此類推，到 A 輪、B 輪、C 輪之後行到上市嘅階段咧，每一段嘅人咧都會有唔同嘅名稱嘅，所以人哋話：喂，如果當我投資你嘅時候，我究竟係一個 GP 定 LP 嘅話，咁一定係 LP， 永遠唔會係 GP 嘅，清唔清楚？GP 係最核心嘅創始人，一齊喺留言區話俾我聽，究竟你係一個創始人啦，定係一個投資者？好片記得分享及留言。